7月8日，山野展销公益嘉年华活动同工，药剂区农会将提供6箱顶级山野，分别由药剂农会理事长江明哲、常务干事王明雄、总干事庄文洲以及协办单位陈坤和、尹爱达理、周义奇等3位市员轮流抢台主持公益拍卖，并将拍卖所得全数捐予德兰启智中心。刚刚开始也就会刚刚开始你采收的时候，挖它小果，因为小果对于我们的加工因为太小了，所以变成今年的小果的那个量多于大果，所以之前的价格比较不平稳。很感谢当3位议员因为知道这个原因之后，他们利用关系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们需要说送给员工或什么的支持帮忙推销这些小果。目前当全力投入参选台南市第2选区立法委员的陈坤和，平常时就正关心农特产供销情形，有感今年台南市的山野大出，就马上展开实际行动，支持台南的果农。今年的山野若生产销售顺利，大家就当过一个欢喜的、快乐、经济较丰富的一天。一旦山野若销售生产不顺利，今年大家就较辛苦，生活交加就差一点。所以呢，今仔日可能来拜托，有这农会来其实是有就是有这农会来主会。拢希望的山区、的产销、的农民、的果农，全部呢，来加全部呢，的山野会当呢，顺序呢，全面来销售，的山区、的果农，包括的摊商，包括的农会，拢会当呢，过一个顺利就是呢，大家会当各个成就。山区，我们这个大台南的芒果也非常的香甜，非常的可口，送礼绝对不会失了面子。所以我们邀请了许多企业界的朋友，7月8号要来品尝我们这个大台南芒果，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我们台南的红宝石是非常值得拿来当做一个赠品、一个伴手礼的一个好物件。在大家的呼吁之下。所有的市场，我们都在我们的这个果菜市场去选购台南最新鲜、上低上市的这水果之外，祝欢迎大家7月7日做伙来用这咱在地咱最新鲜的产地来直接选购，我们包含芒果，包含一系列各种苹果的各种品种的水果呢。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也丰富各位的口腔之旅啊！2023山野展销公益嘉年华8日上午将伫咧药剂区农会边举办，现场除了有山野以外，还有各种台南有机农产以及特产等等，好食又搁好吃。主协办单位药剂区农会以及3位明代，邀请大家同工做伙来买水果，听农民做公益。记者张锡伟采访报道。